粒鈴。今次嘅展出，佢哋將會進入一個連佢哋自己都未曾去過嘅隱形房間，當中有100件嘅藝術作品，全部都係我哋嘅照顧者所創作，包括咗唔同媒介嘅藝術作品，譬如係編織啦、手造書、木工同埋陶藝。今次嘅藝術展，我哋邀請咗5位嘅香港藝術家合作。我覺得陶瓷啦或者藝術嗰度咧，我係可以舒緩到我自己嘅一啲情感啦。我哋就會有一啲比較長嘅分享環節啦。分享嘅時候咧，好多家長都會諗起一啲自己湊小朋友嘅時候嘅辛酸或者委屈啦。喺嗰個時候，我都會有少少身同感受啦。當見到呢啲作品誕生嘅時候，我都會慢慢好似同佢哋行咗一段路咁啊。透過壁畫咧，穿針引線啊，要用把梳去梳理一啲情緒。有陣時啲線啊打晒棘啊，咁你又要慢慢拆解佢啊，用自己嘅步伐去做，唔使太講究去完成一個作品啦。即係最緊要享受個過程，我覺得已經好足夠啦。編織嘅過程真係冇得快啊！有句金句咁樣，就係話慢慢嚟就會快。我哋一針一線慢慢去做，慢慢去穿梭嘅時候，按部就班咁樣咧。咁呢個亦都係應用翻喺佢哋同小朋友互相學習嘅階段咯。我記得第2節嘅小組入邊咧，有個家長佢上完堂之後啦，佢就挑時咁樣逗留咗差唔多成個鐘。咁佢就同我哋講話啊，覺得好滿足啊，做木工。原來我都可以發掘到新嘅興趣啦，原來我都可以動手做一啲自己嘅家具嘅，希望可以了解多啲照顧者佢哋嘅需要啦，為個社區咧帶嚟多啲唔同嘅可能性。做完呢個藝術品，我覺得可以提醒自己，你除咗係一個媽咪，都係你自己咯。縱然件事係困難嘅，希望我哋3個都會幫佢揾翻佢嘅方向同埋目標。希望我作品照顧者睇到會有一啲共鳴，帶嚟少少力量啦。原來我照顧路上都唔係孤單嘅。每一個照顧者背後都有唔同嘅故事。喺藝術創作嘅歷程入面，我睇到照顧者有好多夢想、力量或者快樂嘅時光。所以就喺今日大家嚟到呢一度睇嘅唔止係一份藝術品，更加係藝術品背後帶出佢哋每一個嘅故事，感受佢嘅力量同埋夢想。